民进党伫今日宣布征调前北农总经理吴音玲参选彰化第3选区，杨明交代教授林志杰参选新竹市，伫台北市大安区是决定要让互社民党的议员苗博雅来选。这党主席赖清德继续推动民主大联盟，不过党内确实有人反对，市议员简书培就表示无法度认同，而且无法度支持苗博雅。2024团结一致。民进党在立委的选战打造民主大联盟，虽然讲拄到李正浩和林辉环的退选，但是党主席赖清德嘛是坚持要下党派、下世代、下领域这3个原则来定调。台北市第6选区同意支持社民党议员苗博雅参选。未来我们也会就社民党所关注的，也是民进党所长期追求的，包括居住正义等等的社会议题来共同努力。我的跨党派的背景，跟我长期关注青年世代关注的核心议题，也可以让社会对于民进党海纳百川、求同存异的改革路线有更多的理解。这是民进党的大安区这摆让互苗博雅去选，引起党内不满的声音。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就先发文表示遗憾，伊讲无认同，而且无法度支持，想要争取提名的国际部主任谢培芬嘛安尼讲。我一直到最后一刻都还在争取，所以我们也只能尊重。另外，这摆定调红关心的焦点，还有前北农的总经理吴音玲，伊要参选彰化第3选区，挑战国民党现任的立委谢依凤。吴音玲讲，2018年北农事件，伊受到真侪攻击，但是佫较侪人听伊，希望伊会当拍破占条条的家族势力，接受乡亲的征召，接受母亲之河浊水溪的征召。接受台湾价值的征召。另外，新竹市是定调阳明交大科学学院的特聘教授林志杰，伊是在经和法律的专家，真专业，够有经验。民进党希望透过这摆新的提名，改变偏诉事件对选情的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